市場跌宕加劇，六大行咳停5年大額傳單，活期利率再創新低。點樣打響資產保衛戰？中興智慧城議會即將引爆數以千萬嘅短租需求，俾你一個全新解題之路。12月5到15號，大灣區文化體育中心呢個70億打造嘅南沙版鳥巢一鳴驚人。5月天喺度連開6場演唱會，單日到達歌迷突破4.5萬，人潮逼爆現場。一橋之隔嘅馬鞍島當日酒店全部爆滿，一晚價格從400狂飆到1600，大漲4倍，直逼住宅1個月租金。想當年北京奧運期間，酒店收入同樣暴增超10倍。好明顯，一個國際級嘅體育中心就好似一個聚寶盆，而全球賽事同巡演就係嗰個閘口。所以呢一刻嘅中興智慧城已經企喺時代嘅風口，引爆灣區，輻射全球。當然，馬鞍島唔單止有文體風口，更迎嚟全面兌現時刻，紅吸灣區人才，引爆穩定嘅人才長租需求。再見南中城際對接廣州，深中通道無縫連接深圳，中山客運口岸直達港澳。呢度已經成為成個大灣區嘅超級中心，產業更加到咗集中兌現嘅好時機。中廣核、江波龍、華潤燃氣、中興網信，超200個國際級產業項目進駐，大批科學家、工程師、高管等嘅高端人才紛紛湧入，高端長租需求正式爆發。短租、長租雙重風口，中興智慧城議會就係灣區資產嘅全新滿分答案。呢套係約80方嘅行政公寓，做咗2房設計，成個空間感非常闊綽，堪稱總統級標準。大廳、大房、大陽台，吊打島上面20-30方嘅酒店小套間，功能上更係普通酒店同公寓都冇得比。呢個超大陽台，直面無敵海景，側面仲有碧波湖景，大家可以同呢度一樣，做個270度落地窗。望住咁樣嘅靚景，飲杯咖啡，心情都唔同晒。加之好多酒店都係做暗衛，但議會嘅全名衛浴體驗感更加 nice， 仲可以直面翠湖公園一線湖景，成個馬鞍島都唔多見。做名衛嘅酒店少，做明火明廚嘅酒店更加少。而議會呢批行政公寓可以通天然氣，係真正嘅明火明廚，大家出門在外都可以煮翻餐住家飯添。最驚喜嘅呢係議會重金打造咗一個超星級會所，配套無國界餐吧、書吧、影音室同會議室，休閒娛樂一應俱全，仲有豪宅都體驗唔到嘅萬豪白金級服務護航。議會一邊接住文體中心帶嚟嘅爆發式短租機遇，一邊又鎖定產業人才嘅穩定長租需求，仲兼具頂級住宅嘅體驗同國際超車酒店嘅服務，可以話議會先係改變財富格局嘅全新風口。